1975年的时阵综艺金榜，你记得不？而且是9次排行榜哦，我这个厉害，来看看，灯光一亮，怪兽出现，啊尖叫嘞，不会，没有变很多，是没有变很多啊，我觉得而且很好很清纯，就是那个学生的样子，你不觉得吗？很像当时那个杨林啊。对。为什么我会参加歌唱比赛呢？是因为那时候罗时丰有过关，他也是参加这个节目，然后出唱片，跟林淑荣唱《无言的结局》。他是你同学吗？他是我学长。哦，学长。对，他是青年的。对他青中。看起来是为什么像中年人呢？以一个新人来讲，我尽量去配合他，因为那时候他比较喜欢喝酒，所以他的情绪有很多的起伏和变化，对不对？有时候，那你有时候要去适应他，对不对？那当时会不会觉得有很多委屈？其实我不会，不会啊，因为他能够带我上节目，因为那时候不容易了，成绩很大，新人要上节目也很困难的，对吧？我是非常困难要上到节目，因为10几年前台语歌手哈，顶多一个红的节目，他只能有1位。我觉得哈，做这个工作就是辛苦之外，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感动，对不对？然后惊奇。哦，嗨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叶姐，你好。对，许哥你好。叶姐，帅哥，这是我们节目第一届来上呢。嘿呀，我是为恁节目开播，我排队排个今嘛。哎呦，好不容易被我拍到了。真的假啦？真的啦。是你无钱通买车票吼，啊无台北甲台中近啊。其实我感觉我这个高度应该买儿童票，结果大家叫我买成人票，这嘛较白掉，就有钱较白来。这公演我算落卡，你知道吗？算落卡，那唔是安尼哦。无啦。我较早吼，其实阮真早就合作过啊。哎呀，一路行到今，我发觉今嘛愈来愈水。有影呢。哎呦，嘿啊，规个咧精神容光焕发。因为咱台视的灯光美，气氛佳，大家都嘛水，大家都嘛缘投。啊，今晚你啊，头结婚没？结婚那头家唔免呐，没有，啊，就是阿妹啊，所以无啊。哦，阿哈为什么会较即马袂嫁出去啦？第一就是讲哦，家己有才华，搁甲我趁钱，厝诶搁好过，你知无？那小可吼，小可回感觉袂爽诶，明仔载莫过来甲我啰嗦啊！哦，袂讲。啊，干嘛呢？唔是，我感觉吼，咱其实咱即马在囡仔人，大家拢有家己一片天，不管是在工作上，而且咱家己的思想吼，拢做独立的。可是就是有时候呢，很多事情不知道是想太多还是怎么样，不能够说像很多人，哎，另外有的人恭喜在，我该认为长得没有比我美，没有比我还要好，可是她嫁到好老公，所以那就是她的才能。你今晚唔在咧讲啥？你是讲秀卿哦？唔是啊，你感觉秀卿啊嫁迄个翁，你感觉安怎？我是感觉袂歹。哦呢？因为因翁吼算做大方诶，非常大方。啊，金真正有幸福。我无领导大，你只有幸福无幸福。哎，干嘛卡电话你哭？哦，公羊改怕。其实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伊奶奶上我的节目拢讲你的歹话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！啊，你今日无讲要担当是？所有的坏话。对啊，你知影这种讲你外口过啦。我头拄啊，我哪会知影讲遐个代志对唔对？哇，自视甚高对唔对？若无吼，迄个命价无超过8年有半斤。你卖假，我甲伊的交情吼是啊，什么人安那讲吼，拢无可能跟我们。哎呦，你这无了解，秋风嘛，点来讲你的歹话，常到我家了，嘛，跟你讲你的歹话。是啊，伊讲哎呦，讲到迄讲虾啊，真正肚大。歹朋友吼，讲实在吼，等于无毋个联络安尼。那秋风了嘛讲，什么讲叫我讲诶？那讲虾比我较讲哦，对不对？是啊。你今仔甲伊讲者无要紧诶，小干。你讲即摆要讲啥？讲你的朋友的代志啊。秋风啊嘛好，拢无要紧。其实我感觉，秋风较讲还是你较讲？恁两个像啊我，两个也卖斗阵吼，拢足巧的，斗阵就是讲。哦。人讲物以类聚嘛，啊，你两个讲斗阵吼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怎么做都不对啊。是啊，所以讲哦，人讲迄是一个形容词啊，啊，人讲哦，迄就真正讲的啦。啊，讲呢？哎呀，三个讲的斗阵，我两个讲的斗阵就最严重啊。起码你是三个讲的斗阵。安尼讲哦。秋风，这蔡秋风是对讲噶，对忠孝东路一段不晓得往7段怎么走。怎么走了对啊啦？会迷路的。哎呀。其实我不是，我对很多事情，我觉得我不聪明，但是我有智慧。哎，是有讲这个的是啊，这是真的，我自己认为啊。咱感觉讲吼，你在你的。记得我安尼大家拢听到你唱袂安尼。不是啊，我是听秋风啊听到你俩。你感觉秋风啊，这世人在你头前表现了上光的一项代志是啥物？会讲来分听的，真的。系啊。哦。
很多行的呢。那为情跳楼那边讲，还大家拢知影。系啊，为情跳几落摆嘛，免讲，大家嘛知。伊跳几摆啊？伊当作迄厝顶是弹簧床的。我跟你讲这个你讲你看海湾大姐，秋风较巧的就是，嘛袂使讲伊讲啦，吼，咱老实讲就是，他很专情啦。当然，比如讲伊跟你交往对不对？你是他，譬如说他的男朋友好了，他可以今天比如说歌厅唱歌，唱完，譬如说，假设一个礼拜领，假设5万块啊，不晓得多少钱，假设规季拢可以。原封不动拢起来咱男朋友呀。秋风啊，最近敢有闲哇，小弟欠一寡。其实我感觉咱人拢是会改变。像我们刚出道的时候，一直到现在，我觉得包括你刚刚讲的一些行为，其实我相信现在应该都有所改变。你会不会？你说我会不会？你会不会像？你感觉你个是上讲的？你可不可能这么做？我感觉我上讲就是相信朋友去用倒回啊。倒偌济？我这冇讲啦，跟很多事情把它分清楚。在金钱方面呐，啊，你朋友开始孤等啊，你实话你妈妈借我2块啊。哎呦，叫你上少叫你100，因为就2块，和你坐车等于台中。就一千啊，我咱讲真个啦，其实吼，伊哦较早就是爱唱歌，啊吼参加真济嘛是种歌唱比赛啥啦，红发现。对，其实这个你也是歌唱比赛。其实这个棚呢，一棚是我在高1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的第一个地方。那个时候进来这个摄影棚，我觉得好冷哦。因为今天觉得，但是今天觉得好温暖。你相信吗？今天就有这个高1那个时候歌唱比赛的 VCR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真的？那是目前金榜有了，来，真的吗？但是呢，不是歌唱比赛的时候的，是今天他对他非常的重要，能不能10次排行顺利的通关，要看今天了。相信吗？带来的歌曲是《风红层层》。王瑞霞18岁，台中。75年的时阵综艺金榜，你记得不？而且是9次排行榜哦，我这个厉害，来看看，灯光一亮，怪兽出现，尖叫嘞！不会，没有变很多，没有变很多啊，我觉得很好，很清纯，就是那个学生的样子，你不觉得吗？很像当时那个杨林啊，对，哦，很清纯，有没有金瑞瑶啊？准备考了，金色。可以啊，好不容易长这么大了，你不要再讲了。哎呀，别担心，谁没有过去，一步一步慢慢走过来。看这个都会想掉眼泪哈，很感动。刹那手呢？不会。但是时间真的是过得飞快，现在已经94年了，那将近20年前嘞。30年前啊，刚好20年。想一想20年前你那个时候的心情好不好？刚刚讲的那时候在歌唱比赛的时候，每次进来对 key， 我都觉得好恐怖。然后在摄影棚怎么穿5件那个貂皮大衣都穿不暖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对什么事情都很不熟。我现在了解啊，就惊啊！其实紧张压力也会呢，对那个外面的所有的气氛有很大的感受。你那时候住哪里？住台中。那每次都要从台中上来。因为我那时候是青年高中嘛，然后每一个礼拜，老师拢会6点外，阮坐6点外火车，来到台视，来家。迄阵做好笑，还佫袂晓化妆啊，拢走去那个化新娘妆的地方啊，请他帮我化妆，所以我每个妆开始的初期都觉得好像去参加喜宴了，都觉得人因为新人唔捌我嘛，人讲小姐你逐礼拜你用做人的伴娘哟，因为那时候不会化妆的那个化妆师都会帮你化成很浓。对，然后睫毛真的。那你从台中上来的时候，每一个礼拜都要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台北？战战兢兢，非常害怕，因为。我没有参加过歌唱比赛，那电视台的歌唱比赛也是我第一次参加，所以那个时阵呢，第一次就参加电视台的歌唱比赛，算是压力最重的。对，也不懂，然后现场好多人，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节目很红，然后我的干妈公，我说真的是为了面子拼的啦。你都唱什么歌曲？印象比较深？那时候很红的就是像陈淑桦的。
我所唱什么黑发变白发啦，然后温暖的秋天啦，还有刚刚那个风红尘尘，还有叶姐，哦，外代机，还有你有跟他唱的歌？有那时候叶姐声音很高亢呢，因为她的声音就是音域很宽，有高有低，那也是歌唱比赛必备的一个歌路。所以那时候我高一的时候，叶姐刚好《咖啡女郎》，你那时候刚好发现。偶像咖啡的时候。对，那我们全班呢，就是为了要唱你一张卡带里面的歌，都快打架了。拍谁啦？我已经嘛加昂嘛。今晚我做昂的呀。做昂的呀。所以刚归了做 gay 呢，像我有时候我如果没有翻开以前的照片，拿以前的 CD 起来听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已经踏入歌坛已经是16、17年了。对。谈谈你新人的时候吧。新人的时候。你是歌唱比赛完之后你就出唱片吗？没有，那时候我是高一。对，然后为什么我会参加歌唱比赛呢？是因为那时候罗时丰有过关，他也是参加这个节目，然后出唱片，跟林淑荣唱《无言的结局》。他是你同学吗？他是我学长。哦，学长。对，他是青年的。对，他青中。看起来是为什么像中年人呢？我不。罗时丰谁好高操劳哎？没了，其实就笑人呢。对，那后来呢？学校都说，哎，我们学校有男生过关，那应该找个女生吧。再拼一下。那当然也很多学姐也有参加，然后就是都没有过关。那后来就把我这个1年级的学妹呢，其实我是被这样推出去的，因为我不是像秀清说从小参加过很多歌唱比赛，我完全是没有经验呐。我只有在家里是绑着跳绳在门把，然后自己照着镜子，哇，好像很漂亮的，自己偷唱了起来。对，不敢站在台前。对，那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，然后就很幸运的比赛过了以后，然后继续读书。对，高一嘛，那时候才高一下学期。那后来呢？把书念完。在我学校毕业的1个礼拜以后，我很幸运的找到我的第1份工作，一直到现在。对，因为那时候老师就很好意的把我们很多同学的那个录很多 demo， 寄给很多唱片公司。对啊，那你们就这个礼拜上来就是说适应一下，对啊，就是第一家唱片公司就是安晴啦，安晴就是金瑞阳的老公，对，也是后来的什么侠客或者经典，就是陶喆的唱片公司的老板娘安晴，他们做唱片公司的时候，她是算第一个歌手，我是第2个。第1个是陈一郎啊，对，陈大哥，对啊，一郎。那你也有跟他相处过一段时间哦？有，对。是，而且呢，听说他带着你上很多通告。对呀。但是私底下呢，你也帮他要做很多事情。其实也还好啦，应该怎么讲？因为我觉得我不懂的，就是说在舞台上怎么表演。可是呢，在私生活我们互相可以照顾的话，就照顾。因为有时候哥哥也啉酒来求通告。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是要互相啦。那我也非常感谢，就是说在那个他带我通告的每一个过程，应该说是每个时候他都有不一样的状况。那以一个新人来讲，我尽量去配合他，因为那时候他比较喜欢喝酒，所以他的情绪有很多的起伏和变化，对不对？有时候，那你有时候要去适应他，对不对？那当时会不会觉得有很多委屈？其实我不会，不会啊，因为他能够带我上节目，因为那时候不容易了，陈一郎很大，新人要上节目也很困难的，对吧？我是非常困难要上到节目，因为10几年前台语歌手顶多一个红的节目，他只能有1位。我知，对吗？对。所以我这个礼拜如果排不上，那宣传期我再不上，我什么时候很快就过了？对呀，就过了。其实我们今天也有你跟陈一郎的这个 VCR， 以前在台视所录影的，你要不要回味一下？对，来回味一下，欣赏一下。79年的就在今夜。我今天陈一郎还特别跟他穿了一个情侣装啊，妇女装。对，那时候你们新人，有没有？你那个时候在演短剧。你很久没有看到方芳芳，芳芳现在人在香港。陈一郎当时是很红的，超级大，非常红。何仔，杜林跟大牛，你们是很英俊哦。何杜林说了，罗时丰那时候也是很小的，对。这个吗？这个是谁呀？又 key。就那天也没有唱到歌，只来演个短剧而已啊。
我忘记了，但是可以演短剧已经很不错了啦。小姐，我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奇女子嘞。哎呦，小姐，你是我心目中的白雪公主哎。他丢脸的时候讲话我很寻找好久的知音啦，真的。很深色。Very good。哎，小姐，帅哥，我。哇，怎么样？你知道，为了演这一幕，我那一天应该都是睡不着的。你一句台词都没有。辛苦都无啊，规夜困袂去哦。你刚才行过，我行过啊，你看看，行过，安尼都困袂去啊。你只要行那个 NG 3遍呢。真的假啦？真笑呀！请问一下，这样怎么 NG？可不可以教我一下？因为比如说定点要在这里，可是我咚咚咚，我就跑来这里，咔。你刚刚应该在那里啊！对不起，好，重来。然后我又紧张，然后头又很晕啊。等一下，好，我一定要站在顺哥那里，叮叮咚咚又跑来中间。哎呦呀！然后会挡到人家，我都不会有借位或者什么样的一个。没有概念呢，完全没有。所以讲哦，这一路行啊，今嘛你看大将之风，对，看他踩一下就知影吼，真正有台风地动拢无得个影响的。环境收编。今晚去这几年来，已经有好多首畅销的歌曲。最畅销应该是算是最卖钱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应该问以前的老板。听说你那个跟很多不同的男人唱歌，好像也卖得很好。像刚我们唱那个《休假恰你和我爱》啊，是不是？那是跟罗时丰的嘛？对，也是很多不同的搭档。那你过来跨一段好不好？来，还有不同的搭档表演。哦，小迪。这是83年的《天天开心》，跟袁小迪的歌。还有袁小迪，深情款款哈。这是82年的《龙兄虎弟》，跟罗时丰。会记吗？袂记，我迄个头那菜头嘞。这条歌嘛就红的，对不？对，记名3分钟。这84年这个彩虹假期，跟摆摊陈摆摊，84年喽。彩虹假期要过给你吗？我的妈呀，太久了。David， 姚代伟。那时候他好圆哦。简大哥，简场哥，很漂亮呢，那是还是很美。是的，不是你要坚持落去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还要做10年，我们还要再回来看今天的。10年以后，我们再来回味我们你现我们现在的对样子。哎呀，我觉得哦，做这个工作就是辛苦之外，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感动，对不对？然后惊奇。听人讲，你较早摆安尼穿甲哩哩当当，啊去制作单位跟讲，哎呀，你穿甲呢？你才播产，你今晚很水。哦，在这一棚。也在这一棚啊。在这一棚。那时候是过年特别节目，然后我其实也不是说哩哩啦，就是说我那时候跟方季韦。军中情人呢，然后他刚好设计了一套衣服，跟我也是一样，一模一样，竟然同一款，那个就是那个海军服嘛，这边不是都有个蓝色格子，对，就刚那一套，然后那天就在彩排的时候，然后撞衫了，对，撞衫，然后我怎么办？你新人呢？我只有这套衣服啊，我没有说我家有5套，我赶快回去换，我就只有那一套101套，结果呢？可是没有办法，一定要换衣服。他已经换好衣服站在那里了，我又不敢去换了。哎呦，那怎么办？然后我那时候就鼓起勇气，就想说，不管怎么样，虽然人家不认识我，但是我必须要走出去。对，在那个时候。现在确定还在舞台的是你，好。没有啦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只要有对这个工作你有热忱的话，舞台每一件都会当徛啦。辛苦，这一路走过来，看今天你对不对？母亲节快到了，妈妈当初你呢只身到台北来的时候，应该吧就担心。对啊，聊聊妈妈。哎呀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她担不担心呢，因为我是我们家排行老大，然后我们家有很多弟弟妹妹要照顾。那我刚刚讲，就是我学校毕业以后就找到了工作，然后我就说妈，我后礼拜要去台北哈来试音，好，然后他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，好单纯哦，他不太清楚。然后后啊你去，那我试音以后第一天。哎，老板就觉得不错，可以合作，
我隔天又回来跟我妈讲，妈，我要去台北大哦。啊，这么近哦？就这样哦。对啊，那我妈说啊，你要去？我妈妈也很惊讶。眼光有没有眼神露出什么样的一个光芒？好像没有，我觉得好忙哦。你妈在做啥？女儿太多了。我妈妈在做，我们家在做生意，做建材的生意。家波营。对，然后她只是觉得说，后啊，你去，她认为我去可能1个礼拜就回来了，没搞清楚。对，没想到这已经20年前的事情。她也不知道我签了一个11年的约。哇塞！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勇敢的，就是说蛮宏大啦，宏大啦。然后因为相信一个人，这个老板，然后他愿意栽培我。其实我那时候的想法也认为，我可能唱完这一张，可能就真的会回去了。没有下一张。没有想那么多，跟我妈妈的想法，那弄最单纯呢。好，阿斗安呢，唱完歌就回去了，这样。唱歌就回去啦。就一唱就20年还没回去，就不知道啊。那母亲节前夕，你跟妈妈说几句话？妈，我知影你吼做辛苦的今嘛吼，阮大家嘛大汉小妹仔伊嘛拢嫁啊，有当时就是讲，你要为着你家己的身体，阮会尽量嫁出去的外口做事的，拢会定当去陪你，因为查囝是永远的，不管阮伫咧什么所在，阮上关心的就是你甲爸爸的身体，所以不管是不是母亲节，我每一天我拢希望你会当过甲母亲节款，遐尔健康，遐尔快乐。你的公公起来查囝就是上大心的。是啊，你看你妈妈，我看我出名的呢。你妈妈。因为因到咧。建材行嘛，在厝呢，一工24点钟拢放伊的迄个唱片，安尼直唱，一直唱。真的哦。人家讲奇怪，恁到是唱片行哟，还是建材行？听讲过有个菜市啊，本地的相片。我定定吼去户口啊，咱等于台中设计的时阵咱有拄着迄朋友讲，水哈，我倒来恁兜附近呢，我讲真是嘞哦，我自细汉就听你唱歌吼，恁爸爸甲恁妈妈拢会摕你的迄个 CD 吼，甲迄个相片海报吼，来阮菜市啊搭呢，阮菜市还卖衫的啦，吼卖面的啦，也是足济啊。算来去推销了对妈妈是最好的免费的宣传，拢是我的迄个相片。我有当时等去食面啊，哎呦，看到迄道大我的海报，我现在拢最想要食迄道肉鸡面，我嘛唔敢行入去，就歹势了对。穿老袍了对啊。我今日穿安尼吼，挂目镜底，我应该袂认得我。就还是。真是的呢，我食5遍嘛袂认得我。好。哎呀，你无伪装，伪装是不是差价济啊？没了。这会太离谱了。没有，因为有时候我特别牛肉鸡面。我就跟这类啊，我绝对不会让人家有面对面的。而且听说你妈很保全家赛，个扣你的主打歌。嘿呀，我妹妹啦，我妹妹，那你这趣味啦，你妈妈。我唔知啊，我就感觉讲伤离谱啊。就以妹妹要嫁的时阵，对，以妹妹老公来拜访岳母嘛，哈。我妈妈跟我讲，我妹妹跟我讲，姐，你知道吗？离不离谱？还跟我男朋友讲说，要唱你所有的歌，要考一遍，才可以娶我。我跟你，我心想，我跟你要给你有什么关系？现在一定要唱我的歌。这就是妈妈太听这个早音。对啊，她有时候像我们家，我们家卖地砖的嘛，我的迄个壁拢是地砖的迄个三不路啊。我妈妈，我妈妈迄海报吼，拢安尼，无要搭地砖，弄个搭满满了对啊。所以我觉得在家里如果有艺人啊，或者是歌手啊，那个妈妈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歌迷跟宣传。咱今日有一个真特别的代志啦，有一个较早有一个老情人吼，已经10几年啊，甲当个唔死心啦，不断吼，伫个呢。无管是任何一个场所啦，若是拄到老朋友拄着吼，拢会讲伊心目中唯一的就是王瑞霞安尼啦。真的哦。系啊，今仔日吼，咱有吼，真正该找到这个足爱无伊的这个查甫囡仔。甲即马吼，还佫伫个线顶吼，准备要来甲伊吼做一个空中的结合安尼啦。真的吗？真经啊！我好想听，来扣好啊！是，但是你免惊吓。来了，通了 ，OK 了，来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节目的主持人许孝顺。嗨，我是叶爱玲。嗨。你好。你好，叶姐你好。对。许哥你好。嘿，今天呢，我们的特别来宾呢是王瑞霞小姐。其实呢是，怎么讲？你是她很喜欢，曾经是很喜欢的一个偶像，你知道吗？
有啊，我知道。知道哈。你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？我们现在都不敢告诉他你是谁，那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我现在录影吗？对，我们在录影。我们在录影。哦，我还以为只是那个。No， 我们现在都没有宣布你是谁。现在我们要让王瑞霞惊喜一下。我说是你从小爱他了，不是他从小爱你，但是现在反过来了哦。请问怎么说？你自我介绍你是谁？我自我介绍啊。对。给他猜好了，我的名字2个字，我姓徐。徐伟，真的吗？也对了，我们制作单位想尽了办法帮你找到你的。徐伟他一下就猜中了，没办法，因为我们一讲偶像，他就马上就猜出来了。徐大哥你好。嗨，你好。我是王瑞霞。你没有，我以为只是打了好玩的，没想到是真的在录影。没有，真的。哦，真的在录啊！他刚刚一直私底下一直透露说他真的非常喜欢你。这个很久以前呢，他就是呢听着你的唱片，每个晚上都要，而且他曾经花过500块参加过你的歌友会，对，跟你握手签名，对。其实徐大哥，你记得那时候你在台中有想不尽的你那时候有办那个歌友会。然后有啊，好像有办过两三次吧，好像。然后因为你只要买那个卡带啊，然后我记得上面有就说你可以参加你的歌友会，然后我不知道去还要缴500块耶，500块那时候对他来讲。有没有落到我手里？我没收到。他没收到呀。是唱片公司办的吗？还是？对，唱片公司。还好他们家是开建材行的，应该不缺钱的。对啊，结果我是拿定专我记得点将唱片好像办过类似这样的一个。对，那时候徐伟好像对，徐伟那时候是很多人的偶像。徐伟，你现在在干嘛？在忙什么？我没有，我移民在国外，我住在温哥华。现在在温哥华是吗？对，我移民到国外，然后我现在在台湾，但是我后天就要离开。这样子。那你现在回来，你都在做生意吗？还是？没有，我还是有在上课，在国外有在上课。去学些什么？对，也有做一些生意啦。做生意。卖东西这样子。哦。那主要还是上课为主。其实国内呢，还是有很多的好朋友呢，很想听到你的歌声。对，非常。哦，谢谢。真的，有时候呢，其实我蛮懊恼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上来台北搬了好几次家，然后以前存钱买的那个卡带啊，就不见了，海报也不见了。还有真的。对，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心里会其实蛮想念你，我跟你没有碰过面，但是会觉得说你是在我心里面。永远的偶像，真的是永远的偶像。那在这边能不能有个不情之请啊？就是呢，下一次呢，能够跟瑞霞一起来上节目，唱一些你们共同有的回忆的歌曲，这样好不好？那可能要年底吧。没关系，大半年或年底，因为我下次回来可能要过阵子。好，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年底要等你喽。好，没问题啊，可以啊。OK， 谢谢徐伟。今天是王瑞霞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，是吧？哦，太好了。他是在上我们台视群星会。对，我们台视群星会。对。谢谢你。哦，好，那也祝你们今天一切的录影很顺利喽。谢谢徐伟。然后大家都越来越健康、年轻、漂亮。非常感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瑞霞，谢谢你喽。谢谢，别忘了年底哦。好，不会，我一定哦，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。我到现在都不太相信呢，但是他的声音，但是他的声音，我真的可以确定是他。对，我觉得今天这个心情好复杂，也很快乐，然后也很多的那种回味。对，好像就人生好像就搬电影咁款。有像不？真的不同的就是说。感觉不同的人物、不同的场景，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哒哒哒哒哒一直出现。今天有点兴奋。感觉怎么样？赞。